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今晡日嘅医疗单元，大家咧讲血管，大家会当从事嘛？嘅咧，当从事嘅胃、你嘅肝、你嘅肠胃问题，又系讲你嘅骨头啊，乜嘅问题。大家咧都冇去想到，你要去注意到你的血管嘅问题冇？因为血管嘅问题一旦有问题嘅时间，可能都已經當影重咧。所以其實血管係有好好咧保健機嘅吼。今日強榮繞場到線上咧到節目地度好好啦，大家咧分享一下。大家咧分享，你今日嘅線上佢係類似性功依然嘅周邊血管科嘅主任吳典玉主任分享。大家好，我係心功議員吳典玉。分享性上哈，你看我刚一开始介绍医师的时候的周边血管科，所以其实是可以去挂周边血管科的，对不对？对。动到兄弟朋友一开始是人问说，哈，那要挂什么科？我要去看血管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是很多，所以特别现在目前越来越多医院把这个周边血管从其他的地方分别出来，是有的是早期有的在心脏外科、心脏血管外科或心脏血管内科，或者是一个介入放射科，对，但现在越来越多把这个东西独立出来。可是到底要怎么样？从你半音好像我们会觉得哇有点不舒服，我们就去挂内科，对不对？看是不是，或者是你很明显的肠胃就去挂肠胃科。但是怎么样的状态你会说，你要去挂周边血管科，还是说会有医生转诊？你比较容易了解哦。当然是这样，一般来说，周边血管分成动脉跟静脉的问题。那当然是两不同的表现。是。那动脉的话，常常就是用一些走路不好走，就像看到电视上有没有，他就卡把可以随便照。这个就是常见的。这个就可以挂周边血管科。对。哦。或者是说你常常伤口。糖尿病有糖尿病，伤口常常不容易愈合，是这个也都是一个警讯。对，好，所以其实等一下这个医生已经讲到一些重点，不过等一下你走得好好的讲一下。如果一块血，我们先来问，其实血管是有年龄的。是，好，我觉得这个我很有感觉。常常来说，看一下你的骨龄、骨头，对不对？哈，人家常会说，哇，你这么年轻，我们看一下你的内脏年龄。其实血管也是有的，而且弹性很重要。对，血管弹性。对，可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应该血管太弱几度衰，就是你大概血管的状态。所以这边我们有帮大家准备了差不多有你是挑改打勾，所以。乡亲朋友很讲，大家有兴趣，你可以拿个笔，然后帮自己勾一下。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卫教知识，看一下你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自己刚才已经先勾了，可是我打勾完毕之后，怎么我的血管年龄比我实际年龄增加这么多？好，乡亲朋友，大家走的可能填心，看体积点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比如吃饭的速度也算。好，我们先看一下。好，兄弟没有走的一点看，第二边是到10。比如第10个是你几乎不运动，哦，容易饮酒啊。比如第7个很有意思哦，你吃面常常把汤都喝光，这也算吗，医师？他就是可能他们检测上是这样子，检测上是这样。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或是你经常外食，对不对？比较油腻啊，油腻的关系。对，所以兄弟没有还讲。看到长度，你咋个往下看？我们还有第11到20，我觉得这个第20就是医师常常提醒我们的，这很重要。就是有家族史，很重要。然后又有第19个，对，抽烟，抽烟很重要。抽烟挺重的。第18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胆固醇，可是是低密度。实际上，因为低密度胆固醇对血管很不好了，很容易造成血管发炎，造成这个胆固醇沉积。所以人家指数高很不好，都很好。医生，如果我说你的胆固醇过高，尤其是低密度我们就讲说比较不好的胆固醇过高。可是血糖跟血压如果正常，这样可以吗？这样当然是可以，但是还是要控制胆固醇，因为它也是一个风险。好，因为其实血压或血糖嘛，对不对？好，水好也算好。然后像我们来讲一下，是讲因为看天是。那比如算体积梯斗16梯是讲因为打勾长度我们是1分作为计算。如果是17梯斗，你是梯是2分。我随便勾一勾我想说我有些可能作弊一下勾一勾，可是算出来的是，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那台高的测验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的是8分到12分，所以我的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多15岁。可是其实我打勾的是兄弟朋友，你走的来看一下，你
几多岁哦？比如说你可能是3分以下，就代表你的年龄差不多，怎么可能3分以下？现代人有些控制得很好，控制得很好，但有些还是不行。我拿这个勾的时候，我刚才超想请那个吴医师帮我勾的，因为我要来测验一下我们的吴医师，他是这个，因为吴医师是我们那个。自己是这个周边血管科的主任，然后我想说，那请问一下医师自己的血管，医师说你可能是超过30岁以上。如果从这个表来说，但是其实我们有客观的检查的方式。当然哈，我们这个是就是比较让观众朋友，其实就是提醒大家你要有好的生活方式。对，可是如果真到医院的话，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方式可以实际做检测。对，我们可以量一些像一些血压的比那个肱动脉跟果动脉的血压比，然后它可以测到血管弹性。血管弹性有一些仪器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东西。对，看你的弹性好不好，看它的血管年龄在那个范围。是，不过讲到两片台价一般来讲的时候，我们大家理解的应该心血管，我们最常会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台价通特别谈到。可是根本我们一开始少改吴医师出来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周边血管，那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东西？心血管疾病它是心脏里面的供应心脏营养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对。但是周边血管它是在我们身体就是心脏以外的血管，包括这个四肢啊，包括其他的，包括像肾脏到肾脏去的肾动脉，或者是到颈部的颈动脉，这都是在周边血管的方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勾选的，就是什么，测这个颈动脉的血管，它可以测这个超音波，可以测这个流速，它可以知道血管的情况。大概知道血管的情况有没有阻塞，从借着超音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好可怕哦，因为每次做健检，大家都会忽略这一块，但很多人就说，你这边可以测一下这边血管的状态，还是可以大概，所以这也都算是医生讲的周边血管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其实周边血管它跟很多疾病的连接是很广，其实是一样，它就是身体的血管，只是说不同的位置，所以他们的病因因子是差不多类似的。所以包括三高啊，糖尿病、胆固醇、高血压。那糖尿病这个是不是我们特别？因为我们一般人特别容易听到，就是糖尿病感觉上好像平常都没有什么事，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比较严重的，就可能没法度治疗，之后他就必须截肢。对，所以这个其实跟周边血管也非常有关系，对不对？因为糖尿病它会造成常见的小血管的阻塞。对，阻塞了之后呢，它就有时候你不晓。就因为你血管阻塞之后，旁边的神经得不到营养，所以神经开始萎缩，一开始就会觉得脚很麻，他就说你是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可是过一阵子之后，脚很麻，对，没有伤口哦，只是手脚麻，他就觉得手脚一直麻。可是麻一阵子之后，他觉得好了，他不麻了。其实是神经坏死了。那所以不是好了，是坏死了。坏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像电视上有没有脚踏车压到脚没有感觉。好可怕！没有广告对他其实没有感觉，没有知觉的，没有知觉的时候，常常不小心就撞到流血，流血他自己不晓得，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感染，一感染起来就伤口不会好，就糖尿病足的发生就在这里。是，所以原来是又安用盖狗肠，所以其实就是你的神经是坏死的。对。哇，所以其实大家为什么要电波体皮绕墙性上那抖两片到抬高的费用，其实真的要去注意我们的这一部分的疾病，因为就像医生讲，东西某注意到最后就忽略了因为它一发生就很严重。可是讲到两片抬高的讲到，那它其实周边血管这边医生有帮我们分，比如像动脉跟静脉，这边是动脉疾病的，比如说像征兆这边。一般来说是这样，动脉疾病就是血管阻塞刚开始的时候，对，一开始可能没有症状，可以从没有症状到开始就是你走路不好走，比如说你走10分钟就要休息20分钟，夯10分钟是，因为你走不动，什么都对，但是走不动其实很多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包括这个关节疾病啊，或者是神经肌肉疾病都可以。可是呢，血管是在其中的一个蛮重要的项目。所以东英还讲某法图行，他可能不知道跟血管有关，对，他会看骨科。那骨科跟他说你关节都好的，你都不是这个其他问题，他可能三高，他本身是高危险群，那他就走不动，其实是动脉疾病。那再来就是常常会手脚会觉得容易冰冷，因为血循不好，所以天气冷他很怕冷，他觉得脚很冰，甚至会休息的时候会觉得冰痛，因为冰到后来就像
像手插到冰块里面那种痛。对，哦，那真的那非常痛，冰冷。对，像冬天把手放到冰块里面，就这么痛。因为你一般可能听你等下手脚冰冷的时候，一般谁们很多女生都会说，哦，我冬天都会手脚冰冷。对，可不太是那样，就像医生讲，那个冰冷是就像你手放到冰块地度按浪。哦，这个其实。大家会注意哦，心脏讲的提点间歇性的跛行，这一般来讲我们就比较常忽略这件事情。然后手脚冰冷也是超乎大家想象的这样的冰冷。当然还有动到其他嘅镜头，然后大家来分享，譬如讲提上点的送口嘅问题。不过你等下我就好好来讲下，所以像你家乡亲们先聊下，你等下暂时来好好讲。我们线上来到节目地图，老大家在讨论血管感问题哦。其实，杜个广告解释些咯，线上打最股讲到东东，血管感问题、胆固醇感问题，所以真的讲到最尾，真的大家都会注意哈。不过一开始还是帮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动脉的疾病，其实提上表线上讲的伤口长期无法愈合，要注意。是很弄到通脑병因，它很多是。伤口的时候，它都不大能够愈合。哦，对，当然除了血糖摸控制以后，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就血管没有通，是它血管阻塞了，所以它伤口也不容易愈合。是在早期以后，这病人常常一直在清创，伤口越来越大，最后就不行，就是截肢了。糖尿病截肢病人一年大概有7、8千位在台湾。这么多的，所以医师你应该也救了很多条腿哈。就是这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上千个病人，上千个病人介入手术，通血管的手术。那像他们那样都是糖尿病很严重的患者吗？就大部分大概有1半以上是糖尿病病人，一半以上是糖尿病病人，还有一部分是洗肾的患者，洗肾的患者也会这样，也会这样子。但糖尿病占很大部分，所以截肢，比如讲脚趾。对，轻的就是脚趾头啊，对，或者是说，当然不行就脚掌以上，就膝盖以下，在当然有，因为它整个都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神经坏死了，没有办法，整个都烂掉，然后甚至影响到骨髓炎，这个有时候是必须要截肢。是，好，这边还到台高来分享诶，提示点的停点，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跟给大家做一点点参考。是，什么比如说，就是血管阻塞之后，你就脉搏就摸不到了。所以赶快来摸一下，你的脉搏是不是很容易摸得到？两边都是要两边都要摸一下，对不对？那脚的话就是在足背或者是脚跟的旁边这边，或者是足背这边。足背，你可以摸得到你的脉搏，一般正常都要摸。我们一般真的不会去摸脚，有时候会摸一下那个。所以兄弟朋友一般都讲医生瞄一下，赶快看一下是不是摸得到你的这个脉搏变弱。再来就是说，当血管血管阻塞的时候，它有时候一开始因为营养不足，所以毛发会脱落。所以皮肤会变薄，会有这个变化了。是，当然年纪大的病人也会比较薄，但是如果你血管阻塞，会毛发脱落的情况就比较明显，对不对？这个是动脉的部分。动脉哦，下面到台高来分享静脉的。那静脉的话，因为静脉是负责把血液送回心脏，当它阻塞的话，就容易造成脚肿起来。哦，对，那回流不好，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还不到阻塞，但是因为静脉的血液回流的时候，它有个瓣膜的功能。但长期久坐久站的时候，这个瓣膜功能松掉了，所以就有时候会造成静脉曲张。是静脉曲张，现在有非常多的人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讲上心脉可能做嘛个头颅，容易冲击有气感音，是从线上讲的线上啦，对老师，或是美发、空姐，对不对？这都是蛮常见。对，百货公司上班感应，因为你冲击可能有气呢，真的很多人就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医生也有讲嘛，可以穿弹性袜。弹性袜可以，就是第一步就是先穿弹性袜，然后避免久坐久站。但它可以改善吗？它会获得改善，症状至少可以获得改善。还有就是你做1个小时，可能起来5到10分钟活动一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一坐就是一整天了，对，一站就是一整天。对，那其实要只活动一下。是，好，所以比如说水肿、色素沉淀，对，这是比较厉害的情况，都是比较末期、比较严重，比较末期严重的部分，就会这样。那如果突然间静脉栓塞，就会容易脚就是胀起来，是热的。它跟动脉不一样，动脉是摸起来是冰的，那静脉是摸起来是热的，肿起来。好特别哦。因为血管不通嘛，所以心脏的血液到不了，所以它就是比较冰的。那如果说你有时候发现这个人
你摸他的手脚都好热好烫，然后因为它如果肿起来又热，就有可能是回流不好，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要注意，有可能是你静脉血管的疾病的问题，对不对？哇，这真是让大家都非常会注意哈。所以其实心脏功能非常改动，就是关于我们这是一些征兆。所以严格讲起来，你周边血管会引发的疾病，在这边就像医生讲的，包括动脉阻塞，常见的动脉的疾病阻塞，就是糖尿病阻，那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对，那比较少见的，包括伯格氏症，就是因为抽烟呢，抽烟造成这个静脉回流不好，然后影响动脉，所以伯格氏症也是抽烟。那伯格氏症是一个怎么样的症状？它也是一样，会像是伤口不能愈合，脚冰冷。他在做检查是发现动脉有问题，可其实他是静脉回流不好。是这种病常常戒烟就会好了，戒烟半年就有。这么简单，那这不是太棒了吗？但是有时候通常等不到那个时候，他有伤口感染。有时候就必须截肢，就截肢了，对，都还没戒烟完成哦。比较厉害的情况是这样。那雷诺氏症候群大概是这样，雷诺氏疾病是因为平滑肌细胞这个平滑肌这个痉挛造成的血管，所以血管突然间的血管收缩了，所以它血流变不好，所以脚会冰，开始可能呈现白的情况。那最后会形成红充血的状况。你说白，就是像是发白一样，对，女孩子蛮常见，然后做到冰冷，有的时候是一个血管床的这个血管壁收缩造成雷诺氏疾病。是，然后静脉就刚医生已经讲，医生静脉曲张，因为我们这边讲浮角经，其实静脉曲张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很能够理解跟很容易遇到的状态。你常常看到身体上就是一些像卷曲像，而且蚯蚓状的静脉。那很严重的是，它会浮起来，对，浮起来，像蚯蚓。可医师有时候他也没有久坐啊，他也没有久站啊，有时长期的，通常是很长期。他的工作几十年的，是几十年的结果。但有一些部分是比较特殊的，就是静脉压迫症造成的，在我们比较少人会看这个疾病。对，就是长骨静脉压迫症，又叫做梅森的症候群。比较少人会看就造成搭配他久坐久站就会有这个问题。是，常发生在左脚。左脚会觉得胀。对，为什么特别是左脚？因为它压迫的地方是在左边。就是往右边，往这个身体右边去的动脉压到往左边回来进来。所以如果重新上岸讲，因为用这边有可能谁可能会启动有好多东西是第一次听到，觉得不熟悉。对。可是黑公你重新上讲，比如你自己就知道有静脉曲张那问题，也不能不去管它。对。不能不去管它。因为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血栓的机会，你还是要安排检查。是。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静脉有分深层跟浅层。静脉曲张常常是在浅层的地方，对我们眼睛就看得到，对，你可以感觉得到，对，但是你深层的也要检查，检查完之后呢，但初步来说就是保守疗法、弹性化疗法，那再这样避免久坐久站，就常常可以达到一定的疗效。达到一定的疗效，但原本已经有静脉曲张的那个区块可以好吗？没办法，光靠这个没办法，不可逆。对，就是所以有时候可以借着一些介入手术，包括雷射，包括是电烧的方式，或者传统手术的方式，可以让这个。达到改善他的情况的，是改善，就是不要再好冒杂公养宠下一类，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大家会讲血管问题，因为大家很注意，因为其实不是只是静脉曲张而已。我觉得就像医生讲的，你一严重，它是直接影响全身的状态。你看节目一开始都聊线上学讲嘞，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们讲血管改良，刚医师讲跟糖尿病，你看关系这么密切。医生说他已经处理了多少？1000多，1300-400例。医师又给我们分享一些那个照片啦，刚才相片你看一捆都医生，我说医生这个真的是，我看起来觉得好像蛮惨烈的，就是觉得很严重。可医生说，我常常看到很多这么严重的状况，来的时候都很末期，所以伤口不会好。为什么会这么末期才去看，对不对？是因为他们这就是目前来说，很多人对这个观念不够。对，包括甚至有些我们医生的这个部分的教育还不够，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伤口，他认为伤口就开始换药，甚至说局部清创，可是他忘记评估血管的功能，所以血管功能不好的时候，你一直清创，有时候会越清越大洞，因为它是血管不通嘛，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在周边血管科，我们都会有完整的检查。你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会先检查你血管的情况，是，然后当然是需要适度的清创，可是会把你血管给它重建的时候，你再来做这个动作，对，就能够达到保质的效果。所以你看，医生讲的很重要，T C 疗法就是要跟大家讲观念，
让大家讲更凉，你不要都不注意。有时候一个小伤口就觉得很久才会好，你就觉得最后还是好了，就不 care。莫以注意机，莫挺筹提醒你的血管本身就像已经有一点点问题了。你如果动然了，你的伤口已经到完全不会好，那就是最后就是很惨烈的状况嘛。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伤口长期不会好，就是你要很久才会好的人，你还是要特别注意。黑蒙手挂周边血管科，你检查一下你的血管。不过讲到鸦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是不是在高危险群里面？对，高危险，对不对？哈，这个第一个不爱运动。我们发现讲来讲去就是要运动啊。对，哈，特别是周边血管的血管感问题。对，要靠血流，要运动，因为它肌肉的一些挤压会造成这个帮助它血管的弹性，都能够维持血管畅通，是很重要的因素。对，所以谈到血管弹性，对不对？哈，那这边当然又来了哈，抽烟因为抽烟有尼古丁，还有一些发炎物质，是很容易造成血管的发炎。哦，那造成血管发炎之后呢，胆固醇的沉积就会造成血管阻塞。胆固醇体内胆固醇过高，这个特别讲一下。对，胆固醇是就3高之一。3高之一。对，特别是低密度的高，对，不好的高。哦，那这个，因为低密度高也是造成血管发炎的一个因素。对，因为因为服务员都线上大家问嘛个高密度、低密度，其实简单讲应该是好的到唔好的，对，因为胆固醇。介意咯，可能200人，大家就讲200人好高，因讲还是要看一下低度就好的到唔好的，係講因為唔好的特別高。那就真的要注意了，因为有的人可能在边缘，对哈，边缘有的人空前检查可能边缘，可是其实是好的胆固醇比较多，那你就比较安心。好，其實你係咪講每項勸解你要當到做啲老大家的分享，請大家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轉來就好好到線上來討論一下，看有乜嘅東西要注意嘅。欢迎走来绕墙头，我们线上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讨论血管钙问题。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因为大家都会讲3高的问题、营养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好好讲血管。再一次的强调，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好好跟乡亲朋友来讲，血管很重要。是，对，我们以前只会听我讲你客家语有冇？大家看线上会讲，我看线上讲我血尿，只会听到这个就是血尿，系冇只会讲线上讲我的血管阻塞。只听到这个，从来没有讨论说，你的血管可能没弹性哦。是。然后你血管又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有可能最后你如果末梢的这个血管不行，会造成有伤口很严重的问题。好，所以今天很好。可是呢，讲到两篇，我们就跟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你来评估一下，看一下你有没有安用感问题。那这个我们其实已经讲过很多了，我们大家做一个卫教知识总复习哈。第一，你有没有心血管疾病？医生讲很多了。对，这些心血管疾病它的病因是相同。如果你心脏，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你周边血管疾病的病人有症状的，大概有一半的病人，56%的病人是有心血管疾病。所以就2个，如果周边血管已经发生问题，2个就1个。就是你有症状你开始跛行了，对不对？对。你2个就1个会有心血管疾病，同时就会合并心脏病。所以我做的这么多病人里面，有一些病人他是要处理心脏，就脚也要处理，心脏也要处理。所以其实等于是你去找吴医师讨论来时间，你可能会叫某挺头追目是要处理心脏。对，有时候很多比例很高，对不对？然后这边有讲到通尿片，一定我们有提到润痛动从脑。我要讲的是这个，走路隐隐作痛，对不对？剧烈疼痛或是痉挛，是休息之后就消失，休息之后就好啦，很棒。可是不是，所以这其实说起来，其实就是要间歇性跛行。对，他症状这个我今天听到真的蛮惊讶的。对，他走一走，他越走他脚越痛。那其实不同的位置，痛的位置不一样，也可以暗示说阻塞的地方。有时候大腿远端塞住，它会痛在这个小腿的这边。所以大腿塞住，对啊，有时候它会这边会痛，对，它有时候痛的是在这里。当然有些更高位置会痛到大腿内侧，所以你看血管就会股动脉以上都塞住。大腿内侧，它会在大腿这边就会痛。太久鼻，对，它会痛。这个跟我们以润痛还是间都近赖都冇恐龙哈。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是就往肚子里面的往这个骨盆腔的动脉阻塞，它走路起来是觉得屁股会
痛会酸痛。医生，你这样讲真的听起来很危险的，因为伤心你轮同改世界有没有？你太久没有做运动，或者是你以田径风，比如有抬腿的那种机器，你抬久了，怎么觉得屁股的筋好像拉到很痛，痛完休息就没事了？那个，可是它是血管不会缓解，因为你如果是筋拉到，你休息那个筋发炎好了就好了。可是如果你是血管阻塞，它是不能被缓解。不能被缓解是持续多久？一直都在。我觉得我好像在问，好像在看医生，问问题。摸板发喉。哦，这个请注意注意。摸心脏梗的我会有点怕，你知道吗？因为心脏梗有鼻痛，还有是不改变痛改刚高哦，还该注意哈。有这样的痛就是要检查，对不对？哈，那这边当然就想心脏梗嘛，这个胖是不行的啦。是。吼，然后还讲脚骨有伤口，复原很慢，就要注意。对不对？然后晚上搞不好手指、脚趾有点痛。对，有些病人他会有休息的痛，他休息的时候，他脚会觉得血管阻塞的更厉害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蛮警讯。他没干嘛，坐在那边也对，那个就是已经到第4级，我们有分6个级数，他已经到第4级，就常常病危性肢体疼痛。哦，这个都是蛮厉害的。是，对，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所以怎么办呢？通常去看医生好像都很严重了，所以我们会安排相关的检查。所以我最简单的就做个足弓动脉比，就是我们量血压的方式就可以知道。那再来就是超音波，这都是非常简单。所以其实这是不是像医生？那这是不是像做控检检查恐容？对，其实你就是做健检的概念嘛。你为什么要等到手指冰冷然后很痛，什么皮肤变薄才去看？不行。对，像特别是我们医院有一个免费的筛检。你只要来的话，有怀疑本身有高危险群，有怀疑其实正常人都可以去做筛检，他直接帮你量个血压，你就可以有个初步的数据。所以其实就是绕台大讲，黑公你走控田检查，血管检查不要忽略。对，一般人最会忽略血管的检查，对不对？都是直接先照什么内脏超音波啊那一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当然啦，你如果喜欢吃油炸多脂肪的食物，都是要减少，因为就是怕胆固醇怕胖嘛，对不对？不好胆固醇，这都是常见的。对，我们狗斗聊片信上又特别提到就是食物的部分。当然这边其实我们也是稍微让用心陪我来讲一下，不一些讲很好控甜改东西。是基本上目前看到的食物当然都是有帮助的，包括洋葱、大蒜，这其实在传统的中医学上都认为有通血管的效果。对，大概是这样。对，其他的口应该就很营养啊，对不对？苹果基本上都是均衡的饮食是很重要的，就像均衡饮食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对，如果讲到两片，除了细改东西之外，还有动床黑马改，你讲到就是欣赏讲的运动。可是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状况，运动还是有不同的建议。这边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像健走，对，伸展操，就是说，其实我讲一个例子很特殊。我的病人他曾经是血管阻塞的非常厉害，他休息都会痛，那也确定他是休息都会痛，就是坐在那边没事，对，他就非常痛，而且脚是变紫色的这样，就缺氧啊，很厉害。可是呢，他就是当时跟他说要通血管，他就不要，可是他自己呢跑去健走，每天走然后5公里，那他当时的话没有回来看，他是一个外省老伯伯，就1年后他回来了，好了，没有，他血管大条不通。可是他长很多的糖侧支循环，所以他症状都缓解了，所以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其实适当的运动是很重要，但可以在能够忍受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增加，在透过运动可以增加一些侧支的循环，可以对血管是好。所以那个患者他就是每天5公里健走，当然饮食一定要注意啦，对你打你保染令就行。动铺改东西就是你尬健走，所以是有用的。对，健走是有帮助。这边第3个特别提到简单的肌力训练。肌力训练是这样，特别在静脉的疾病里面，因为静脉回流的是需要经过一个肌肉的挤压，一个 pump， 我们叫做肌肉的 pump。但是年纪大的病人肌肉常常就是萎缩了，所以才失去了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你的肌肉的 pump 是比较弱的。所以静脉回流比较差，就容易脚水，平常就可能有脚水肿、静脉曲张，可能没那么好，没那么就变得比较严重。对，因为又同时肌瘤可能以款性上，可能也不是马改动阳虫改问题，以本性上款改直接到线上讨论。有时候医生很可爱，医生怎么 lucky 讲？他说，你可能回去要开始练，比如说
下肢的什么运动，或者是重力训练。他说，因为医生这样讲，他说我发现你的肌力很不足够。是，他说现在你没感觉，他说可是你还有白慢，你会觉得就比较不行。不行。然后我家里的人也去，因为静脉曲张也奔性上款，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可是回来的时候，医生也是跟他讲，他说，他讲的比较严重一点点。他说，你航白安用你还讲某种嘛改润痛，你没有去调整，好，你以后老了不能走路哦。好，我们就吓到了。对，因为肌肉的力量其实对，是，因为有些关节的疾病，它也是靠肌肉力量。对，因为可是医生，你想想看，你这样跟患者讲，你知道患者会吓死。他说，你以后老了不能走路。我们想，我们又没有怎么样，又没有医生讲没有什么三高、摩通摇平感问题，关节也 OK 呀，摸马改问题。他说，可是你以后就不能走路。我们想说好危险。从那天开始，真的每天都去操场走路。对，他说要练下肢的这个肌肉，其实上肢也有。上肢也有。对，因为对性上会讲，你的上肢还可以，或者有的医生会说，你上肢也没有什么肌力的。对，但是这一般说上肢当然是跟我们拿东西在其他的有关，不过因为下肢常我们要走路了，对，就是要走路功能。因为有做过研究，如果你每天能够走15分钟，是我们台湾的研究，每天走15分钟能够多活3年。哇，那太棒了！对啊，所以每天走15分钟，对不对？每天走15分钟。所以其实公道俩便宜，其实台大你基本的重点是除了饮食、日常生活、运动很重要。其实我们特别强调肌力训练这件事情。好，节目改节目以2分钟到台大来整理一下。所以你看，莫是填饱。吃8分饱就好了，不要吃太多。所以那就是莫给你些都饱感，那个对肠胃吃到饱你就不要吃到饱。就不要吃到饱。对，那就不要去吃到饱的。对哈，那还有医生说多喝温开水。是，温开水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太冰冷的开水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嘛。就当然温开水会比较好，但冰开水对肠胃来说不是很好，是肠胃道的收缩。对，吃汤面火锅时，因为火锅是这样，它火锅汤通常非常高普林、高油脂、高胆固醇。其实就是对三高会有影响，对，所以其实就有时候就不要再喝。对，所以我们等于是让乡亲朋友来讲，乡亲朋友讲，哎呀，你就打白都讲三高，都在一起买东西，其实就是告诉你，你喝了那些汤里面是高普林，对，高钠，那特别是高钠，对，它的钠很高，所以你血压会控制不好。如果你要喝也不是不行，就是还没煮的时候先喝1碗，对，那个是可以，那个还可以。对，如果特别是用还没煮火锅第1碗先喝，因为免得观众朋友误会，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喝汤？是可以喝汤啊，第1碗对不对？但后面所有东西加进去之后，那就不要再喝了。那边通常是，除非你身体非常健康，当然有问题的时候，你还是。或是你只有18岁很坚强体魄的时候，可是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不能累积到我们后来慢慢发现问题很严重。所以其实讲来讲去，思想性上讲的嘛，要均衡饮食，要运动，不要抽烟，对不对？好，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动态哈。那谢谢吴医师，是我们欣赏的多俩片。谢谢。好，兄弟们有听到下来思想性上讲的，你有在找人谈了。